放风台甲千万唔通出门是比较较安全。下晡这基隆庙口风雨无大，也受民众伫遐踅街买物件。不过咱若是去到这和平岛的报番呢，风是互人强加强要徛袂知。民众想要知影讲这风台的风雨上界新的情形呢，千万唔通出门，会当看新闻，会当看网络直播。即马网络直播当时行各地头的政府呢，拢提供即时影像，用手机就会当看到啊。 基隆市区的庙口也持受风台影响，真侪档拢无开。剩即几间有做生意的，袂少人咧排队。凯美风台来啊，北部地区愈暗风雨愈大，部分民众趁下晡赶紧出来买物件食。没有，就家人叫我出来买饭。我们是从台中来，因为票拢已经买好所以就无法度好，无法度好促销。市区风雨无算大，不过若行到海边啊，状况就完全无同。 伫咧基隆和平岛公园，即摆会使看到，因为风台的关系，现场的风雨是非常的大。就连边啊，即个海水也已经是涨到真悬，会使讲是非常危险。就算有肉粽角动咧，大影也是到海水喷过爆花。民众想要关心风雨上新的状况，其实变到好瓜。即阵直播当时行，各地政府机关的网站拢有即时影像，用手机点厝内就会当看到各地的状况。我觉得会蛮有用的。 就蛮好的、就是会让你的生活更便利。马上就知影，就是风台的方向然后了解各地的状况。透过网络直播，就会使看到各地观光地区水利设施的上新状况。想要知影风台行到倒位，倒位风雨较大，看直播就会使知影天下事。风台天莫出门较安全。记者郭文正由基隆报道。